大家好，Facebook Live Channel 同 Live Channel 非常記得 follow 訂閱一下 Facebook 兩個 YouTube 一個留言，係啦。今日講啲咩咧？真係講啲模型嘅嘢，同埋真係我都話模型唔係唔一定啦，有車有城有坦克有軍事有火車有巴士又有咩道龍，有人坐到呢個遊龍圍都有人整模型嘅啫。電單車又有，私家車模型貨 van 拖架貨櫃車模型話又有依家，真係點搞真係。好，唔好講，我哋講翻啲我哋正經嘢先啫。真係你好，我係仲紅，你好，歡迎啱，記得 subscribe 靚靚朗朗真係今日講啲咩咧？就係我哋品牌打得咁鬼火熱嘅Subaru 168啦，真係佢呢個品牌已經執咗㗎啦，呢個買咗俾人㗎啦，呢個真係你知星航7474嘅，而前身咧就係747嗰代嘅啫，有200、300、400型嚟嘅，依家係轉第4個 number 嘅機模，好似95年出嚟一款模嘅，依家係普通實正，不過咧最後嗰代你有星空聯盟同埋嗰個全部都改晒，唔係用貼紙用模組你依嘅星航客機，佢品牌出過50週年版，係1:500㗎，係1:600冇出過，等緊出嗰隻1:600嘅50週年。不過3.7-200出咗，但係冇出嗰隻，真係340原本有佢哋出嘅，後尾冇出翻個原狀，真係冇夠。但係依架機咧就係坐300幾至400人嘅，香港同新加坡最多派依架機747。340777嗰扎啫，早期嗰啲最早期747嗰代747-200-300好早機飛香港，最早係 DC-10 300-727嗰扎，737都飛過香港唔係嗰隻，係馬來亞航空嗰隻，真係依家係有機頭啦、水壺啦、引擎係佢兩間惠保4056嘅，依架機買咗俾人㗎啦，依家佢買咗俄羅斯咩嗰個俄羅斯國家航空飛緊呢一隻咯，好似係冇錯。羅西亞俄羅斯羅西亞航空用緊一隻，一兩架用緊啫，其餘個機身咧就係用新西蘭同埋咩維珍嗰隻依隻星我買咗飛羅西亞飛緊嗰隻咯，依係早期嘅舊模921嘅521依隻係啦。但係依個窗啦，機頭窗係唔係好完整嘅，機燈位啦依個尾燈啦，底係你知唔知啦？飛行器數據器嗰隻飛行記錄儀冚埋機底裏面嘅，係唔使問㗎啦，所有飛機都係點解會咁嘅咧？依個模係呢個新模嚟嘅，呢個第4版，佢有份大碌後期大碌，第2期咧就係嗰一隻，我到時俾翻張圖俾大家睇嘅，真係我有張圖已經一早拍咗嘅，呢個散熱位嚟嘅，拉飛機減速器，呢個升尾舵啦，兩邊呢個尾嚟嘅。翼力就係兩邊嘅，機身就係依紮機舵嚟嘅，我都話咩位咧頭彈普通後面啦，呢個雙模啦嘛，呢個頭彈
呢個普通位商務頭撚 FCY 係格格機有分 FCY 係冇分咩啊 YF 啊嘛，係冇 C 同 Y 啊嘛，係好亂嘅啲航空公司啲座位啊，係啊，好啦，差唔多講完啦，呢隻第二個位啊，呢個係1989年嘅奇珍機飛出過，模型咧就係1990年嘅第一隻小巴啊，嗰隻 Turf 另影嘅品牌咧，長江村最早1992年出嘅，係啦，砌㗎嗰隻。真嘅模型Turf 1:500咧就係1995年嘅，係啦。嗱，呢個位唔同嗰陣色㗎，你上網邊度搞法會揾呢一啲機，啲顏色唔一樣㗎，留意啦啊！我哋睇起身所有啲顏色料係唔一樣嘅嚇，係啦。好，時間到，多謝觀眾收看，記得 follow 訂閱啦，晒啦條片，下次再見，大家放翻一個環教大家翻工翻學啦啊！嚟緊天氣又涼翻啦，唔好凍病啦，拜拜。